毋过冷风正口倒扇，即边乱，迄边落，谁知影风对倒位软出来，阁是安怎口过来？扇喙皮的刺插，甲雪花架起来，压压伫身躯顶。伊的袖仔暗领吹碰碰，敢若芳船。有时阵风瞬间透作向的，甲伊砍头砍面，为着出头拼真忝。忽然间，大看好发现有人甲伊的暗领钉按按，回头看是一个矮达达、穿破裤个制服的官员。阿娘喂，伊是阿卡基亚维基啊！官员的面色白干那细，根本是一个阴士。大官好目睭金金看阴士，甲喙拍开，哈出一丝一丝的阴气，喙角细细念讲：哼，真正相拄会着，总算互我迄个掠着你的领哈！我要爱你袖啊！你无帮我找袖啊无大劲，搁甲我酸，现主时，甲你的袖啊互我。伊紧甲袖啊脱去角，发驶马车的发甲声比车讲，喙真帮甲我拼转去。见那伫紧张刺激的时阵，听到即款话休，驶马车随听随知影代志大条啊，头壳随揪暗棍随缩，甩啊出手，并且那飞机咻一个冲出去。死波人靠的大官好，命万分惊吓，险险去互惊死。就算伊踮办公厅，踮下骹手人面头前，结甲偌有势，就算伊的面手汗臭偌有斑，人若学了讲伊是正港的男子汉，却在即个时阵，男子汉安怎样，拢会惊甲屁屁喘，惊甲心脏用袂停去。大概6分钟了，大官好转去厝的门口徛，伊面白死煞，还你着惊，袖仔阁无去，伊无去看卡罗琳娜、伊凡诺夫娜，直接就钻去房间，心头乱糟糟，迄暝有够歹困。就安尼，过顿工早起床，伊的查某囝问讲：“阿爸，你的面是安怎白苍苍？”伊点点无讲话，绝口不提昨夜发生之事。伊人伫倒，要去讨，拢毋讲。即桩代志，互伊足大的刺激。对下骹手人。即款话，伊煞讲袂出嘴啊！你好大胆，敢知影谁徛伫你面头前？就算要安尼讲，伊嘛会甲代志的头尾听详细。代志到遮，各位爱知影，迄个无声的官员竟不再出现。我哩咧，大官好的袖啊，真下输。